掌门，掌门，什么事？不好了，子铁破了牢笼，逃出来了。马上搜山，绝不能让他跑下山去。 你把他打死了？只是点了他的命门，够他晕一会儿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资铁是上古神兽，轻易不会出现。他会在这儿，多半是进过他的牢笼，被其冲破。我猜不出半个时辰，就会有人找上门。趁他们还没发现，走吧。你不杀我了？ 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明白“勿失口于人”的道理。想好好活命，把嘴闭起来。你也是个聪明人，应该也知道，面具戴久了，可能就会忘了自己是谁这个道理。快点，那边，快，快点，那边，快！谁干的？ 当我当了轩辕派的掌门，我定会让你脱去奴仆的身份，到时候让你风风光光的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就是我燕京城的人。扶摇。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昨日你险些酿下大错，请问大师兄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昨日在后花园，我和裴院同行，你突然出现。你明知道我已经与他许下亲誓了。 是，大师兄教训的是，扶摇不知自爱，不知自身卑贱，总是给大师兄添麻烦。
大师兄放心，以后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。哎，你看你，还是那么爱冲动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大师兄自重。还在生气呢？扶摇，我娶裴苑，并不代表我对你变心了，也不代表我从此就不再护着你了。大师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娶裴苑，是不得不依仗他姑父的权势，但是我对你的心意没变。日后，若是我在昆京扎下根基，我就娶你做妾室，待你如从前一样。你，大师兄，要我做妾？我知道，有些委屈你。但这是最好的办法。我都打算好了，等我去了昆京，我就把你带在身边。等有一天你当了我的妾室，你就可以彻底的摆脱奴籍的身份了。那个时候，你就可以衣食无忧，荣华锦衣了。大师兄，你是这样看我的？这从来都不是我想要的。苑儿，之前你父还一直忧心你的婚事呢，现在看来你的心意在此啊。不如今日我替你父做主，向燕掌门提亲，你看如何呀？姑父，国公，这怎么干呢？成儿，还不快敬国公一杯？多谢国公抬爱，只是京琛与师妹身份悬殊，如此高攀，只怕是委屈了师妹。苑儿不嫌弃，贤侄你呢？多谢姑丈大人。师妹，我来帮你梳吧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！什么事？玄游部那个扶摇，我刚看见大师兄又被他拐走了。人在哪儿？扶摇，你还强求什么呢？我能给你自由，能给你想要的生活，除了不能给你一个正式的名分，连我的心都是向着你的。我想要的生活，我不需要别人施舍，我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。我虽然没读过多少书，但我知道，喜欢一个人要一心一意。那么就是说，你不愿意做我的妾？喜欢是不能分享的。你怎么就不明事理呢？裴苑出身世家，我岂能得罪？你纵有千万般好，可是你终究出身奴籍，父亲是万万不可能答应让我娶你的。裴苑，我是不得不娶了。那我就祝福大师兄。可是我舍不得你，扶摇。从我第一次见到，从我第一次偷偷的
教你练功法，到你每一次犯错，我都替你遮挡、掩护你。扶摇，婚事从来就不是儿女情长。我是一个有野心的男人，前途和儿女情长，我别无选择。那我以后就不再打扰大师兄了。扶摇。小姐为何不去伺候那对贱人？他们竟敢背着小姐私会。小姐若是舍不得大师兄的话，今夜我就带人绑了那个小贱人，让他横尸荒野，这样就再也没有人会坏小姐的姻缘了。小姐，小姐，我是阿烈。你们这些下贱的奴仆，本就是蝼蚁般的贱命，竟敢抢我要的东西！小姐，小姐。小姐，我要的东西从来都不会落空，哪怕是毁了，也只能是我的。我饶不了你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师兄，你报名参赛了吗？我功法不行，甜豆赛如此危险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不知道谁参加了。是啊，快去前面看看。走。啊，这不是学游部那个贱奴吗？是啊，连他也敢报名甜豆赛，真不知天高地厚。一个贱奴竟然能与我们并肩参赛，传出去岂不是我们玄元派的一大笑话？大师兄，你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何投叶天？为何参加甜豆赛？甜豆赛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还撒谎！若不是你本人报名，玉石壁上怎么会有你的名字？所以，大师兄，你这是不分青红皂白，就来污蔑我？污蔑？叶贴者，须赐本人指尖鲜血溶于素液，才可在封顶之中出现报名者的名字。你看看你，针眼都还在，难道还是别人替你报名的不成？这什么时候扎的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扶摇，你是不是还在为昨日的事
心生怨恨。你说你怎么能这么任性呢？就凭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你以为你能闯过几关？你明明知道你参赛我就得护你，护你我又得分心，那你到底是让我专心比赛，还是专心护你呢？你又将我置于何地？我还以为大师兄今天是因为担心我，所以才如此气急。没想到在师兄心里，我是个累赘。你别说我根本没有报名，就算我真的参加比赛，也绝不会连累你。扶摇，我这么苦口婆心，你还要一意孤行吗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让人失望的是你。师父，进来吧。什么事啊？师父可曾记得玄幽部的剑奴扶摇？他投了液体，要参加田斗赛。是啊，田斗赛的百年规矩，岂能让一个奴仆来胡闹啊？这扶摇有恃无恐的，不过是仗着大师兄对他好。他是给京城打扫屋子的奴仆，从小一起长大，自然对他偏爱了一些。这不过是京城的爱心罢了。如果你觉得他碍眼，除了他便是啊。如果杀了他，师兄会觉得我容不下人；可若是留着，我又岂能安睡呢？你心里是已经有了什么对策了吧？我想请师父容许他参赛。以他那三脚猫的功夫，不出第一关，他就死了。好。父亲，师父跟师兄有话说，裴元告退。你去吧。你有何事啊？父亲，这次田斗赛报名之事必有蹊跷，扶摇绝对不可能主动要求参赛，而以为这其中是否有什么误会？又是这个扶摇，你还撒谎！页贴着，须赐本人指尖鲜血溶于素液，才可在方鼎之中出现报名者的名字。你看看，针眼都还在，难道还是别人替你报名的不成？明明不是我，究竟是谁干的？父亲，扶摇资质愚钝，技艺不精，让他参赛于他无益，于门派更是无光啊！况且按照规则，扶摇本不是玄正部弟子，不应该入选其中。您若是免去了他的参赛资格，合情合理呀。取消参赛资格，你说的倒容易。田斗赛历赛120年，除非身死，从无弟子报名之后退出比赛，这是门规。他既然坏了我玄元的规矩，就得担得起玄元的惩戒。可她不过就是一个武功低微的女子。她出身奴籍，私自报名参赛本就是死罪。如今我如了她的愿，还要我如何？父亲，别说了。我来问你，你可知道祁镇与我们联姻的目的是什么？轩辕派在五州地位非常，任他是国公，也得多给几分面子。能与轩辕结缘，传出去，自然是一段佳话。你知道就好。田斗赛事关重大，你和裴院的婚事已成定局。他从各方面看起来还算入眼，勉强配得上你吧。裴师妹家境显赫，性情端庄，辰儿觉得，反倒是自己可能有点……谁教你的？妄自菲薄！
我轩辕派的少长们看上了谁，那不是他的福分。当下狮子洪氏，朝中政局动荡，若是裴家与我们联姻，与你，与我们轩辕派，都是再好不过的了。那扶摇之事。 自古有多少宏志高远的男人被私情捆住了手脚，最后机缘已逝，宏志落空。你是我唯一的儿子，我对你倾注了毕生的厚望，我为了栽培你，倾注了全部的心血。如今大局当前，任何干扰你的事情必须扫除。如果你再为这种小事分神动性，我必不轻饶你。 让开！扶摇姐，别玩了！你吃错药了吗？听说你报名参加了天斗赛，你疯了吗？你别，你疯，你才疯！危险！火，不许去！危险，恐怖，到时候死了！干什么呀？周叔，你快看他呀！他就是惹火上身。你陪我喝2杯去。周叔，我不喝。 周叔，你别让他去！扶摇姐，你别去了！哎呀，你别去了！哎，你别去了！别去了！来，给我碰一个，碰一个！你这孩子。 现在呢，比我都能喝。哎，我再给你倒上。我来吧。我来。碰。这酒啊，本来是想留着你。 18岁生辰时候喝的，我不是捡来的吗？我哪来的生辰呢？扶摇啊，你走吧。啊？明天啊，咱们这门口有一辆马车，你别出声。 悄悄地上这辆车，他会把你带离全都，啊！去做些准备。喝多了吧？我走哪儿去啊？哪儿远走哪儿去。你走了以后，就别再回来，啊！ 我不走。我要是走了，你怎么办？小七怎么办？玄右部的大伙怎么办？这事儿不用你管。我怎么能不管呢？如果我走的话，我自己怎么样都能活。那你们呢？我走了会连累玄右部所有人的，他们的性命都会遭受牵连。他们做错什么事情了？ 我怎么能就这么走啊？这事儿由不得你。我告诉你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是你周叔。周叔，我这些年也学了些三脚猫功夫。 你放心吧，田斗赛，兴许还能拼出条活路来。
田斗赛的艰险，不是你这几年这三脚猫的功夫能过得了关的。你不是经常跟我说，让我认命吗？如果这就是我的命，那我认了。可是我不想让你认啊！我以后再也不想跟你喝酒了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去后山抓蛐蛐了。扶摇，有意思。阁下何不同风起？扶摇之上9万里。这么晚了，还不回去休息？扶摇，上次是我态度不好，我误会你，我跟你道歉。我相信你没去投血月帖，这其中或许有什么误会。那又如何？我去恳求了父亲。但是田斗赛的规制如此，我也无能为力。扶摇，真到了比赛，你就只管躲起来，我会护着你，只求保个平安，知道吗？大师兄，我相信生死有命。如果这就是我的命，我认了。大师兄早点歇息吧。我想自己待一会儿。这位公子是何人啊？像是燕掌门的独子。果然如传说，气宇不凡。看来玄元派后继有人了。对呀。
掌门，时辰已到，天斗赛比赛开始。谨遵师命。各位，天斗赛第一场由我来制赛。长老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灵境的地宫。灵境地宫。听闻玄元宗师曾封印过上古神兽，难道？不错，这里便是封印上古神兽的地宫。当年正是宗师将它封印在此。既然神兽已经被封印，那我们还来这儿干嘛？斗神兽，将其再上封印。如何封？我玄元派有2大基本灵功，一是消渺术，二是镇魂器。尔等熟练哪个便用哪个。你们现在分别站立两旁，现在就选。我已经开启地宫宫门，神兽即刻苏醒。哎，你怎么还不选呢？2种术法我都没学过，不会。你去星队。站住！谁让你过来的？我们青队可不能被一个贱奴给拖了后腿。就是。我自己1人1队，输赢都算我的。你想一个人斗神兽？孩子，那可是会丢掉性命的。他跟着我。哪一队的部署，大家放心。扶摇，你就躲在我身后，只管保住性命，知道吗？来。两边组队完毕，你们记住，青队只能使用消渺术，白队只能使用镇魂器，2道灵术皆可使神兽短暂昏迷。项圈便是封印，给他套上项圈制服，这次田斗赛就算结束，获胜一队全部晋级。全部晋级。大师兄，他到底还是算我们青队的。要我说，就让这贱奴在这等着，等我们制服了神兽之后再来寻他。反正有他没他也没什么区别，千万不能连累了大师兄。我不会连累任何人的，包括大师兄。燕掌门啊，你这玄元山真是迷路丛生啊！比赛的出口选在此处，不会再生出什么旁路吧？田斗赛赛制规划历时1年，层层关卡、种种状况皆在我考虑当中。当他们进入灵境地宫之后，入口便欲关闭，只留此山门作为出口。国公耐心等待，一切尽在我燕某掌控之中。好，我拭目以待。
我回头来寻你，别出来添乱，知道吗？师兄，我有办法能治他。多好！师兄。 师妹，你没事吧？啊！京城所带的队伍可是清队啊？正是。哎呀，燕掌门啊，看来白队的情况不大妙啊。哼，这样不行，我有个办法可以让他动弹不得。什么办法？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同时进攻，我攻头，你攻尾。